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公司台语台每一项的新闻，时常咧介绍健康方面的新知识，也有真侪医学的专家、真侪医生拢真拍拼。实在讲，近摆若讲起即款的新闻，国情将心比心，嘛想着讲，咱若辛苦病痛，确实有影真烦恼，甚至讲也未问先生找无病症的原因，咱嘛安尼忧头革面。永早确实有真侪遮的前辈，真侪遮的几十当前、几百当前的台湾人，因为敢若讲人艰苦，歹势去问先生，也是讲无讲去找药方，安尼牺牲一条性命，这嘛真侪。总是自英国到目前，先生第一就是医德。永早咱真侪汉药房门下口，拢有吊一对的对联，写讲丹果完善无人见，良心制药天地知。我相信讲，现代有真侪医生人，心肝内第一要紧，嘛是重视医德，因为确实都有影哩。我咧炼药丹果完善，恁拢无看，毋过我面对啥？天灾地灾，我良心制药，所以我望讲用好的药方，来互真侪遮有身骨病痛的人得到解救。国情伫咧讲，有真侪人有影若讲找无原因，病症毋知影要对倒位去透的时阵，第一想到毋是先生呢。到即个时代嘛是想讲，无我来下性命哦，下性命我毋敢甲你动。毋过俗语话一句话讲了真有道理。现代人你都爱听林语做参考，着神也着人。敢若讲要靠神明，要靠香夫，这未必然讲有法度来解决啊。真侪医生遮尔好医德，良心制药天地知。咱英国解文说字嘛，捌讲互朋友听，讲先生言道主人福，所以着神着人，你讲看有影无？尤其讲过去台湾人嘛一句俗语话呢，咱讲吼有食就有惊气。有烧香才有保庇，你毋通讲干那要下性命啦。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，有真侪罕见的病症，永早无才调甲咱料理。即马愈来愈先进的医术，已经慢慢有法度找出一条路互咱行。毋则国情今仔日解文说字的标题内面拄明甲你写讲，医学一心，克服病魔得甜，坚定信念，再创人生生机。只要讲有食，你就有惊气；有烧香，有保庇，着神，着人。